您喝吧。您不喝啊？那妾给您揉揉肩吧。那个，寡人不饿也不累啊，没胃口，没胃口。大王您没胃口啊？那您看，霓裳合不合您胃口啊？回去，别动。大王，您这是要跟妾玩什么游戏呀？没想到他还有这个趣味，游戏。对了，我可以跟他玩游戏，这样就可以离开了。游戏，木头人玩过没有啊？我们玩木头人啊！我说木头人，你就定住，好不好？好。木头人。哎呀，好，来，很好啊。现在呢，到我了，你说木头人啊？哦，好，木头人。好好玩，大王，我还要玩。不是，你不觉得这很闷吗？很晚了，你不累吗？啊？不累啊，妾只要跟大王在一起，干什么都不累。大王，妾还想荡秋千，你陪妾荡秋千好不好？荡秋千。是这样的，寡人今天身体不舒服。哎呀，你看，肚子难受，下次吧，下次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大王，什么嘛，人家又不是老虎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哎，哟，大王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跟你说啊，霓裳那边真的是好酒好肉好姑娘，真的是身心舒爽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皮肤吧，看起来白白的，摸起来呢还滑滑的，就是跟你的身体还不太适应。我闯死之间的功夫表现得不是特别好，不知道传出去之后会不会坏了你的名声啊？你干嘛？你别过来！我会功夫的。瞧把你吓的，就你还表现？你懂男女之事吗？我怎么不懂？不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一起睡觉，然后生孩子吗？你少瞧不起人了。是吗？你觉得很容易？那要不要我检验一下你啊？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哦，对了，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你捂错地方了。你该保护的是下面。你混蛋！大王，大王息怒，老奴实在腹痛难忍，实在挺不住了，要不让大喜姑娘帮一下忙？大王，我真忍不住了。哎你，故意的吧你？我是为了看着你，省得你再捣乱。哼，你不怕我去跟大臣们举报？一介宫女妄参朝政。你去呗，大不了被砍头也不是我的身体。好啊，反正我这大王当的也挺爽的，那你就替我去死吧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帮我追邵雍吧。你还不死心啊？那我再跟你讲一遍，我不干。哼，随你怎么样。好啊，别后悔啊。参见大王。
平身。谢大王。有事起。哎，寡人今日上朝呢，是有一件事情，想和各位大人一起参详参详。诺。寡人昨日做梦啊，梦见了一位仙人，在梦里，那位仙人教了寡人一段古代的舞蹈。这段舞蹈呢，一直在寡人的心里面挥之不去，所以呀，寡人就在想，要不要把这段舞蹈呈现出来，以便更好的传承。好玩吗？大王风姿绰约，臣等自叹不如，臣不敢。一起来！来吧！来来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以为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大殿，不是你玩乐搞怪的戏台。我跟你说过什么，你都忘了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哼！现在啊，我是大王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除非你帮我追邵雍，否则的话，你就看着你的朝廷被我弄得七零八乱吧。看来我需要制定一个调戏百官若干天的计划了啊！好，很好。既然你不信守承诺，那我也不用为你考虑。这么说吧，想让我帮你追邵雍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不过我可以帮你做别的事情，比如说打扫的时候不小心跌一跤，脸摔在台阶上；比如说端热水的时候控制不住手抖，水洒在脸上；再比如说供酒喝多了，在宫里裸奔什么的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知道你想感谢我。咱俩谁跟谁呀？别客气。你威胁我？彼此彼此喽。既然你要坏我名声，那我就坏你容貌。如果名声跟着一起坏了，那就当我买一送一吧。好，很好。你明知道我喜欢我的脸，你还说这种话，我讨厌你，我恨你，我不理你了。哼！干嘛跟他较真儿啊？这下好了，他难过了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真是脑子有病啊！宗基，你慢点走，等等奴婢。你懂什么呀？这件事10万火急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哼，臭邵雍，等太后下旨赐婚，本宗基就不信你敢抗旨。到时候把你揉圆搓扁，全看本宗基的心情了。迟早有一天，本宗基让你往东，你不敢往西；让你站着，你不敢坐下。哼！太后也不要太担心了，这国家大事就让大王他们男人去解决，我们女人就好好照顾好他们的用度吃穿就好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哀家毕竟是太后，帮大王分忧也是哀家的分内之事。这大王刚刚登基不久，那些异族啊都是虎视眈眈的，这也是哀家和大王的一块心头病。那太后可有主意了？哀家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宗室之女嫁到异族去，可放眼整个王族，怎么就找不到这么一个聪明伶俐，又能替哀家分忧解难的呢？唉，
么一说，哀家倒是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宗基，你怎么了？少废话，赶紧走！二，三，宗基，您的脸色好难看啊！闭嘴，你吵着本宗基了。快看，是少雍大人。六，七，宗基，八，大胆，见到本宗基还不行礼？宗基，不必多礼了。臣惶恐，不劳宗基担心。邵大人一会儿有空吗？本宗基想跟你谈谈。不好意思，臣要练兵。不知本宗基能否向将军见邵大人一会儿？啊，臣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啊！别跑，站住！本宗基让你站住！就知道你逃不出本宗基的手掌心。哼！啊！邵大人，邵雍，邵雍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少雍，少雍，你怎么样了？少雍，都别吵了！哎呀，糟糕，少雍中暑晕过去了。中暑？这天气，你蒙我呢？臣不敢。宗基若是不放心，可去我们的住处一探究竟。只是臣等都是糙老爷们儿，房间里脏乱差，恐冲撞了宗基的贵体。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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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废话那么多，还不把邵大人抬回去 ？No。我告诉你啊，邵大人该有半点差池，小心你的脑袋。No。来，慢点。来。哦，他在里面。好。宗基没有跟过来。哦，那就好。邵大人啊，您感觉如何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辛苦您了。宗基如果问起来，还需要您帮我多多演示演示。啊，多谢邵大人啊。那既然邵大人身体无恙，我就先走了。您慢走。哎，都退下吧。诺。说吧，为什么装病？你不都看到了吗？还问啊？这就奇怪了。当初你英雄救美，宗基对你一见钟情，怎么现在跟仇人似的？宗基身份高贵，高攀不起。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若是宗基知道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能瞒一时就试一试吧。反正我宁愿装病被罚，也不想和他有半点瓜葛了。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本宗基就不信你宁愿背着不孝的罪名，也要违反你母亲的意愿。来人，宗基有什么事？把镐京城内所有的金牌媒人都给本宗基找来。诺。哼。宗基，这位是顾大娘，城南孙家的老姑娘，就是她给说出去的。夫家是临城首屈一指的富户。不行，看着太凶悍了，要是吓着少雍母亲怎么办？换一个。宗基，这位是妙娘子，李大人家那个傻儿子的媳妇儿，身家清白，长得还漂亮，就是她给说出去的。你怎么不说李大人给那家姑娘下了多少聘礼，做了多少承诺，才把姑娘娶回家的？妙娘子，哗众取宠罢了。再换一个。宗基真是挑剔啊！是啊，春妮姑娘，宗基他这么挑剔，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媒人啊？就是。再说了，王亲贵族的婚事都是由公众做主的，就是让我们来做什么？来人，
这些是宗基准备的谢礼。不论是谁，只要把这门亲事说成，这些就都归他了。那也不知宗基相中的是哪家的公子啊？邵大娘家的儿子，邵家的独子，现任宫中侍卫的邵雍大人。唉，终于到了休沐的日子了，这段时间可把我累死了。哎，你们打算去哪儿放松放松啊？我呀，先回去看我的大胖儿子，有段时间没见了，还不知道认不认得我这个爹啊。哎呦，你就好了，可以回去看儿子陪老婆，我就惨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爹给我介绍了门亲事，这不，要我趁着休沐的日子回去相看相看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哎，邵雍，那你呢？我呀，我这几天还想去各位那儿躲躲呢。啊，这不太方便吧？对呀，我还准备去临城玩呢。哎呀，要么你就回去和你娘好好商量一下，不就结了？你总这么躲来躲去的，也不是个办法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是啊，就是他呀，邵公子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我走了，邵雍，邵雍，邵公子，别走啊！这是邵雍，什么呀？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别跑啊！别走啊，邵公子！这怎么了？有人逃婚呢？看你不像啊！哎，快闪开！又回来了！跑啊，邵公子！放下！干什么呀你？会不会走路啊？别跑啊！大娘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的脚啊！宗基，您都走了1个时辰了，歇歇吧。回禀宗基，怎么样了？没人在街上追堵邵大人，但是给他跑了。废物！这么多人，连个邵雍都抓不住，还吹嘘是金牌媒人。还有你们，没用的东西，不是让你们看住的吗？怎么就给跑掉了？这还杵在这干嘛？还不快去追！诺，等等，宗基，吞吞吐吐干嘛呀？还不快说！来人！诺。在下无意冒犯各位，只是不想与宗基有再多的瓜葛，请各位回去之后转告宗基，让他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了，要不然机关可不会像今天这样简单就算了的。要是伤到了各位，或者伤到了宗基的贵体，那就恕在下冒犯了。邵大人误会了，我等并非是宗基的人，我等是将军府上的。将军请大人过府一叙，谁知竟会发生如此误会。将军府是，皓月将军，正是。失礼失礼，恕邵雍眼拙，冒犯了各位。无碍，邵大人，请吧。将军已经恭候多时了，走。邵雍大人，将军在里面等候多时了，请。好。你们谁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邵大人，这么巧又见面了。是你，你又设计来骗我。你先别急着骂我嘛，更无耻的还在后面呢。稍安勿躁啊，带走。你要干什么？煮米饭啊！等米饭煮熟了，看你怎么否认。别这样！
放开我！你走吧。宗基，你为什么放走邵大人啊？这什么破地方啊！啊，这么硬的床榻，还有这纱，动不动就掉下来了。本宫堂堂一介宗基，洞房花烛夜是要最完美无缺的，知道吗？你放走了他，怎么生米煮成熟饭啊？本宫相信，他一定会自愿回到我身边的。你走快点，午时要过了。宗基，你慢点，肯定是骗人的。有没有乱啊？这样可以啊！大王恕罪，大王恕罪。少雍大人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你考虑一下。走，你干什么？我真的喜欢你，你考虑一下。我真的喜欢你。怎么那么准啊？哀家不能让姬家的香火到了你这儿就断了。你一定要学会温柔，行为举止之间要散发出女人的温柔似水，幸运的话能倾倒呢。妈妈，我出门了，你今天早点睡，别等我啊。你去哪儿啊？约会。哟，哎，那我算什么呀？早点回来。开门。不开。吃吧，开门。今晚。开门。开门。开门。你会想我。喂，你干嘛喝这么多？对吧？你睡错了。没有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哎，叫你还喝那么多？来，我发现你最近跟那个叫张什么来着？啊，张一杰啊，你跟他颜值长得好像，叫你没来找谁？快睡吧啊！哎，我说你下次能不能不要那么这么快？你再不亲，老娘就真的睡了。不是，你没。